哎呦我的大船，给我回家！急啥呢？回家！回家！你屌！赶紧回家！急啥呢？啊！给我回家！给我回家！给我回家！这样。走了。哎呀，哥呀，早上。那个等啊！哎呀妈呀，我没长过天哪！又到10打出来了。你说的挺狠。好了！哎呦我的妈，这两口子呀，这你就给我全给石头打出来了呗！停！